来看台中有民众投诉讲，最近台中市的公车嘛在歇烂路，车帮是减少真侪哦。台中公车 App 显示讲有上百条的路线拢减班。台中市的交通局是解释讲，歇烂有33条专门服务学生的路线停驶，其他的路线冇歇烂的班表，提醒民众哦出门要先查公车的动态，就当减少等公车的时间。 天气是热国热，这个附近伫公车亭等了真久，就是无等待到平时所坐的公车，加上无啥会晓用手机的 APP， 伫讲最近伫坐公车实在真辛苦。班次都很少啊，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啊。如果时间太久，就叫计程车了。 常常坐公车的民众表示，平时大约20-30分钟就有一班车，不过暑假期间平均要加等待大约半点钟。有民众甚至透过台中公车 APP 一查，竟然有数十条路线拢停驶，实在真气阁无奈。嘛大大减低坐公车的意愿，若无就先转几啊大车，表示实在无方便。 可能看你有没有办法用转搭的方式啊？对啊，用到某一站去做转乘，某一条线就会比较多的车经过，就再做转乘的动作就可以。台中市交通局解说，暑期公车运行是以暑假班表为准，为用业者误用着平常时的班表作为比对基础，造成资讯错误，才显示真侪班公车拢停驶，已经紧急修正，而且重新公布。不过暑假期间减了学生这个族群，坐车的乘客开始比平常时较少，班次嘛有淡薄调整。 那交通局呢，针对学生平常上下学啊，所规划的这些路线有做一些停驶或减班。台中市交通局表示，这33条专门为服务学生的路线，暑假结束了后就会来恢复。不过部分的路线确实班期相对较长，除了要求准点到站，嘛提醒民众透过公车动态来查询，来减少等待时间。记者台中综合报道。